高雄火车站周边因为改建的工程、商圈转移等等，渐渐咧衰微。虽然市府有咧推动改造转型，不过因为附近的车位伤少，人歹停车就唔来，这些店头嘛拢陆续撤走。交通部和高雄市府表示，因会伫咧高雄火车站附近加划车位，嘛会推出大型的行销计划来吸引人客。 来到建国甲中山路口边仔，就是高雄火车站。路口车真济，附近商圈线无啥物人。随着铁路地下化工程，这种状况已经有大约20档。店家无生意，陆续退租，就算出租降70%，也是无人租。租不出去也卖不出去，因为我们都有上591跟那个就比较不好租啦。中山路林荫道方拓宽大约3公尺。市府今年推动高雄表参道计划，要改造车站车头环境，进行商圈，但 建国路甲中山路拢挂着林荫道顶仔卡袂使停车的标志。以中山客车站路段来讲，单边机车价无到10个，歹停车后民众无愿意来。商家都搬走了，没有办法生存啊！除了说你房屋自己的，不然你没有办法生存啊。 所以说，我是觉得说，政府在这一点应该用一点心力。无人环境对恶化，不少家友民众乱弹粪扫，店家居民切切出面，希望政府看到因的困难。透早交通部长王国材、几个立委甲高市府单位、到火车站视察，嘛答应会增加车位，协助商圈行销。交通部预计要补助500万，来作为相关商圈的一个推销以及观光的一个促销的活动，考虑这个商圈的需要跟民众的需要，目前我们已经给规划完成了，在周边的一些横向道路，包括河南、河北、八德、大同等等之类的也大概规划200多个，来提供这些商圈来消费的民众使用。交通部表示，除了火车站会增加600几个车位，嘛会配合市府伫车站附近放出代替用地做停车场，希望伫火车站改建完成了，缓解停车的问题。记者陈焕武、柯建准高雄报道。